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真真假假之间》节目，我是碧纯，让我们好好的来聊一聊现代人的媒体识读力。这一集的节目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谈的是社群平台常见的陷阱。因为现在呢，大家几乎都是人手一机，有的人可能2、3只手机都有，而且呢都会用网络，那就会上这个社区平台啦。那社区平台也非常的多，那里面呢充斥了很多的假消息，还有一些陷阱哦。那到底是哪些假消息跟陷阱呢？今天我们邀请到2位来宾，要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怎么样才不会陷入这个社区平台的网络的陷阱哦。好，那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贵宾。首先欢迎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的洪百亮副分局长，您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副分局长洪百亮。欢迎副分局长。那接下来这一位是长隆大学大众传播系助理教授张英韶老师。是，主持人好，来宾好，大家好，我是张英韶。欢迎2位贵宾哦。好，那我们直接切入主题喽。那副分局长要跟您请教，就是像你们在分局啊，常常会收到这个，是不是有这个社群平台，然后有产生一些诈骗的状况呢？是不是跟我们观众朋友做个分享？有关于这一个社群平台的部分其实我们现在因为有像 IG 像 FB 这些在这些网络服务的使用上是非常广泛的所以民众常接触在这一些社群平台里面。那社群平台也利用这样的一个惯性，所以时常的在这个社群平台上我们会发现会蛮多的这一种诈骗的情况发生。那在诈骗的这一些类型里面其实我们常见的有投资诈骗，那再来还有一些假交友诈骗，那还有像类似就是假中奖的诈骗。那这个部分也其实分为很多的类型。在长者的部分，我们发现假投资是很多。那假投资会利用一些FB 让你一些比较惊喜的比较耸动的一个标题，让你直接切入去做点的连结。那连结之后，你会进入到 LINE 里面。那 LINE 里面其实虚拟的环境里面，只有你一个人是真实的。对。那利用大家的对话之间，他把你这个投资的一个心态让你吸引你。那经常就是很耸动的，就是保证获利那这个部分就是这个一定高报酬，让你能够吸引你进入到这一个假的世界里。对，那这个是我们比较最常见的假投资，而且假投资造成的财产的损失是最大的。所以这个部分是最常见的。对。那另外再其次是我们常见的就是类似假交友。我们常常在这个看到媒体报道里面就很多就是异国的恋曲。我们认识一个某远方的将军远方的一个战地的将军他会透过一些跟你的对话，让你产生了一些情愫。对。那你就掉入了这个陷阱。往往他也会跟你说他想要回来台湾看看你他需要一些金钱。对，这是我们也很常见的。对，他在战地然后需要一些钱，他才能够来台湾。对，是。对，那另外就是因为网络购物的第3，就是我们发现有一些网络购物因为网络购物是增加很多，那透过这一些在网络上的购物，一些假的账号也好或者是有一些很优惠，你会发现这个物品的价值，这个价格很低，就会吸引你。那我们点选之后，我们买到的东西，有可能就是一些不是你订购的，那价格偏差很多，也透过这一些来诈骗，这是我们常见的。那最后就是像现在目前在网购里面，以往是买家可能就是卖家作假，但是现在有可能买家作假。对，买家是假的买家，而导致了卖家他受到损害。这个是在我们东西给他买了以后没有付钱，对不对？对，类似是这样子，高价值的，对，手机之类的，对，类似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常见的在这一些这些在网络上，其实发现很多形形色色、各类型的诈骗都有。哇，所以这我们分局方面也接获蛮多民众这样子的一个投诉啦哈。那其实刚才副局长讲的呢，里面我就有
5个里面就有4个都有对呀、除了那个买家去诈骗卖家那个我没有以外啊，那个假投资啦、假交友啦、中奖啦、网络购物这个我都收过，但是我后来就没有被骗。对，因为我们有在做媒体识读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开这个节目要让观众朋友好好了解，你就不会被骗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应该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收到，对不对，老师？对，你刚刚碧纯就讲到有5个中4个，那你中几个？我5个都有接触过，5个真的都接触过，特别是第5个哦，听起来好像很虚幻，但是事实上是哦。我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说刚刚就讲到买手机嘛，那是我可能比如说我跟副分局长订了一只手机，对，但是我又把这只手机，我其实是假装要卖给碧纯，要卖给我，对，然后所以碧纯你就交钱了，然后我提供了你叫我转账的账号。那你就把钱过去了，对不对？对。那你以为是我给的，对不对？然后手机就来我这里了，钱是碧纯付的，我付钱，手机给我了。然后我们副分局长这边呢，傻乎乎的就当了冤大头。所以像这样都有哦。那这种之外，还有更可怕的是所谓的沦为洗钱账户的，对，沦为洗钱账户的，可能就是。现在是碧纯假装要跟我买虚拟货币，是。那我刚好前一阵子有被加入了一个虚拟货币的网站，然后一个群组，那我就到那边问有没有谁要卖啊，所以我们副分局长就说我卖啊，可是其实碧纯跟副分局长2个人是道康我们2个串通好，对，然后其实是为了要我的账户，那所以给我一点小利啊，因为那你可能帮我们牵线就对了，对，那我就赚了一个我们传统说的砍高啊，对，那我的账户就借你们走动，对不对？那之后你们所有的东西都往我这里流通，是啊，我可能以为你们都在真买卖，是。那后来你们又去骗了另外一个人，结果从我这里又来这里，我就变成是洗钱账户，就会被警示了。对，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在现实状况已经看过很多这样子的案例，而且都是一些精明的长辈，因为他觉得他刚开始以为他在做生意，对，而且还觉得。蛮好赚的。对啊，你们去交易，我还可以赚一点零用钱。就是退然砍高啊嘛。那砍高啊，在我们这个传统的生活里头，其实是很常见的。对啊。帮人家这个牵点线，赚点中间人的费用嘛。没错。那所以就觉得这合理呀，没什么问题呀。可是他就忽略了，其实你们都好的。那甚至于我参加的那个投资账户。也是假的，有时候就想，为什么别人那么聪明呢？我们就踩线了。所以其实很多像购物的假购物啦，或者是一站式的这种被骗，就诚如副分局长刚刚有提到的，这还是小钱呐。通常像这种的金额都会是大的，尤其是假投资啦，或者是还会有人告诉你私募基金这个不会跟别人讲的然后整个群组里其实只有你一个是真人，其他的都是50个、100个都是他们自己创出来的。对，然后最后这个私募基金呢，我们就觉得大家讲成这样，我听过一个长辈跟我说。我加入了1年呢，我看大家都赚呢，我很谨慎我才加入。所以他为了钓你这一条大鱼，1年用1年的时间呢，然后我算一算，投报率也颇不错，而且只要他能够钓到10个这样的长辈，要是我就退休了。对啊，用1年的时间去经营这种诈骗，非常的划算吗？可是我们被骗了我看到很多长辈因为这样后来整个的晚年非常的忧郁、抑郁，所以常常就是。我觉得我们长辈会觉得自己没收入了，或者是说，我已经退休了，好像如果能够有一些小收入、小投资也不错，那往往这样就被骗走了。对，然后刚刚讲到那个头像问题，哇，好多将军来加我哇，老师看起来就喜欢将军那型的嘛。对，还有机师，我就觉得哇，好有荣耀。
然后看完了心里头暗暗窃喜，赶快删掉。我才不相信。真的吗？老师，你都收到那种将军啊、机师，你都知道我都收到什么？什么？小鲜肉、猛男，怪怪的。他们知道我比较会花钱，需要有那种看起来好像是很有钱的，然后他们知道你喜欢看鲜肉吗？对他们很聪明哎。其实我觉得，对，像我用 IG， 我都会去点一些跳舞的影片啊，或健身，我自己要健身，结果他们就会用，他会知道知道说你可能会喜欢那一类的。那我都点购物啦，所以他们知道我喜欢花钱，所以要找那一种。真的，其实像现在的网络平台哦，其实刚刚我们待会儿应该会谈到嘛，哈，对，演算的问题，对，他会知道你喜欢什么，对哈，这个演算我们待会来聊哦。那副分局长，那像刚刚我们谈的这些啊，就是这么多种的诈骗，那其实像你们来看，这个年龄层其实有很多都是长辈嘛。我们在受理民众的报案里面，其实我们发现各类型都有。各类型都有。对，就好像老师刚刚提到的，其实长者大概就是会在投资类型比较多。对，尤其是有一些退休者。那陈如老师刚刚提到的因为有些退休者他有可能1、2个人在家而已，他往往有时候接触不到外界的讯息，所以就比较容易在资讯上比较欠缺。而且他接触到的就是就比较容易被诈骗的这种情况比较容易发生。就年轻者的部分，就是像老师提到的，就可能对于这种异性的，有些对于异性的交友比较有兴趣嘛。那我们就会呈现有一些像视讯的网聊，这个很特别，对不对？对，用视讯。对，视讯网聊之后，他可能侧录你的一些这个比较不雅的照片下来了。对，那不雅的影片，他事后就威胁你，就拿着我要把你上网公布到你的 FB 去散播，那你就恐慌害怕了，他就请你去可能去便利超商等等去汇款或者是买点数，用这种方式来诈骗，利用我们心理上的弱点。对，这个是在年轻人很常见的这种。那再来，年轻人也常见的就是我们刚刚也有提到的，就是像这种购物的情况，就是上网买东西，这种也很常见会被诈骗的情况。对所以不同的年龄层，这个诈骗集团很厉害，他会依照你不同年龄、不同的喜好，然后下去设计这些诈骗那副分局长，我们在这个假账号这方面是不是很多现在很多这种假账号的诈骗？对，我想我刚刚有提到就是社群的整个蓬勃，那账号里面其实非常常见，在假账号里面，其实我们时常发现有一些是冒名的账号。那有一些是虚拟账号，那甚至有一些用机器人的账号，就是一个人有多发，散播的很快。对，所以要提醒我们民众就是在这一些官方的这一些社群平台的搜寻的时候，务必要特别注意一下有一些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有一些会冒名，会假装社会上的贤达人。或者是像投资理财啦，像一些比较有名的照片，它会伪装。那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很仔细的去看一下，它这个点阅率是不是很高？对，或者是它有蓝色勾勾的或者是像有一些就是在粉丝数上面比较高，它比较广泛被讨论的，而且是官方性的。这个要注意。那有一些可能虽然他修图修得很漂亮，可能是完美网红这一些，但是他在互动上的这个件数是非常低的时候，你就要特别的小心了。对，对，有可能就是刚创立用来骗人用的，没错，这个都要特别小心。那假账号这一块的话，老师是不是做个分享？是因为这个现在说真的，设账号并没有太高的门槛。像我自己。这个为了最近我的 AI 工作，我又还没有付钱给 AI， 所以我现在手上有10个 Google 账号。那所以这10个 Google 账号真的不花我一丝一毫的钱。那所以现在要设定假账号，事实上它的门槛几乎是0成本。对。那这个我们就会看到说，很多的这种账号呢，它设定了之后，它是去移花接木。把其他的名人的资料搬附过来，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名人都会再三出来强调说，他只有1个认证账号，没有那么多其他的账号。对，
可是呢，有一些所谓的理财达人啊，或者名人，他们的账号就不断的被拿出来用，而且是整个复制搬过去哦。那这个对我们一般的民众来讲，真的会很困扰。所以刚刚副分局长就提供给我们了，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第一个，你看他的流量；第二个，你看他的互动人数。如果他真的是某知名作家，那不至于下面都没有人跟他互动啊。那结果你现在一看他的互动量不太对，那你可能就要小心谨慎，这个是不是一个新设的一个僵尸型的，或者是还根本就是拿来准备要诈骗用的。那所以这些假账号真的要很小心，特别是要小心，你明明已经跟你的好友，比如说我跟碧纯已经加好友了，忽然有一天碧纯又重新加我好友，然后上面就写说他前面的账号被诈骗了，所以这个才是新的，请重加。那这时候请你务必要记住，用其他的沟通管道去跟你的这位好友，比如说碧纯，你就要打个电话跟他说，碧纯，你的账号是不是坏掉？你重开一个。碧纯就会说没有啊。那这时候你就知道那个诈骗的假账号，没错，那就是假账号。所以还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多一点点的疑问心，多一点点的怀疑，然后求证，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对啊，所以副分局长，我们这个求证方面是不是很重要？像你们应该都会去宣导嘛，那民众应该要怎么样去求证呢？在求证的部分，我想，民众如果在第一时间遇到这种状况，我觉得应该要先冷静。那第二个要查证这种讯息的来源。那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平台，就是165的反诈的电话，对，可以提供给民众。那现在在警政署，因为因应这样诈骗的猖獗底下，我们现在有一个在网络上可以搜寻内政部警政署有一个叫做打诈仪表板，对吧？那这个可以提供给民众，因为在这一个平台里面，它提供了非常多的诈骗的案例，几乎它是每天在做更新。那我们现在一年我们全国将近有1500多亿的诈骗金额，那一天也将近在全国也高达4亿至5亿左右的金额，天文数字，对，这是天文数字。那这一些非常严重的影响到民众财产的安全。对我想那刚刚老师提到的如果民众老师有提到的这一些外观上因为我们现在真的大多数都是透过这个社群媒体来做诈骗，没错，对，那往往就是第一时间不是那么容易的去做破解跟认知。那老师刚刚提到的这一些，就是初步上可以让我们来判断。那如果民众对于这一些你真的是遇到的这一些状况，你不是那么清楚的时候，我们欢迎民众可以你也可以持着你这个简讯到派出所来，或者是甚至打110、165这一些都可以提供给你这个咨询。那让你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这个网站甚至这个讯息的一个真假。所以现在这个165跟这个打诈仪表板，如果呢自己不方便用，不会使用有一些长辈，其实自己就拿着手机，然后去找你们警察，直接去找就可以了。对，我觉得这样子就直接，因为各地都有派出所，这是一个非常方便。那第一时间他就可以协助我们的民众去做辨识。是真的很感谢我们的警察同仁我真的很想分享这一个警察同仁真的很辛苦。再来，其实现在我们的公部门被训练的也都不错，像我们的邮局啊、银行啊，每天挡下很多那个要转传。我分享一个，就当笑话听好了我的学生的爸爸要汇给他一条钱超过10万块，结果邮局不让他爸爸汇，所以他爸爸跟邮局的人讲说：“这真的是我女儿，我拿户口名簿给你看。”邮局的这个工作人员还跟他说：“这可能是假的讯息被入侵了名字是你女儿，照片是你女儿，讯息是你女儿，跟户口名簿一样，但是这不是他。”所以后来我这学生爸爸打电话跟他说：“你家里登安铁啦，我汇不过去。”可是其实很棒这样很谨慎。对，非常非常的谨慎。所以一则是听起来有点，可是真的说真的，10万块真的不少钱那那个是爸爸委托女儿帮他代购一些缴交
房屋的那个费用。那所以呢，其实谨慎是好的，所以大家不要想说，哎，为什么我现在这样麻烦？其实说真的，事情都没有那么急。那我们缓一缓，确认一下。而且刚刚副分局长还说到，我们直接带着去找警察哥哥或者警察贝贝，哥哥弟弟都有，现在都有，姐姐妹妹都有，年龄层非常广泛。对，所以事实上就去派出所走一下。不过我还是要开玩笑，我都常说记得带着几杯珍珠奶茶去啦哈，因为其实我们工作同仁真的是辛苦啊。虽然他们坐在那里，可是他们要陪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哦。我真的觉得很感谢。真的是谢谢我们警察同仁。对，真的没错。好，那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说，他为什么知道说我们的喜好是什么？这个演算法这一点很重要。你不要以为说，他们就是随便，现在的诈骗集团没那么笨，他们还会投其所好，对不对，老师？哎呦，那一天啊，我就遇到一个长辈跟我说，那个英嫂啊，那个最近卖水果的很多，对不对？我每天都看到人家在卖水果给我。我说哈。卖水果我都没有，我的都卖包包，开玩笑。大家都知道老师都买那个名牌包吗？没有，不用名牌，但是我喜欢看嘛，因为现在那个演算法的很直觉的，就是他要了解你喜欢什么。那比如说我点过了一次的包包购物，之后的包包购物就来了。我有一阵子是我儿子想买古筝。古筝，你看这么冷僻的东西，但是我搜寻过了之后，我的整个 FB 里头都是卖古筝的，连 IG 都是卖古筝的。那这个其实它真的很冷门，可是就只是因为我点过，我去搜寻过，所以我们各位亲爱的朋友，尤其我们的长辈，你不要以为说你的手机长得跟别人一样。其实内容是不同的，没错。因为你点过什么，你的就来什么，我的打开了就会跟你的完全都不一样，因为我点的东西跟你不一样。这另外有一句话也是说得很清楚，叫同温层。你的手机呢，它知道你的喜好，它了解你，它会让你离不开它。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讲的演算法。所以举凡你点过的，你关注过的，比如说你关注了美女，你关注了帅哥，之后来的就都是美女跟帅哥，但是真假不分哦，全都来了。到底是真的网页、假的网页、真的人、假的人，他就通通都给了你。那你就这样子在他的引导、同温层的建制底下，你不断的点，你终于会踩到坑。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一定要有的观念，一定要知觉的事情，而不要想说，哎呀，我的手机跟你的一样，其实不是，它会配合你自己，这个就叫做演算法。是在各大平台都一样的。哇，所以现在这个社群平台超多，我们常用的 LINE 啦、IG、FB 啦，然后什么推特啦，一大堆，对。然后你只要稍微点过，其实他们还会连结，对不对？每一个我在 FB 点过的，它到 IG 给我出现。没错啊，因为他们后面股东股权也都交错嘛。像 IG 我们就知道它跟 FB 根本就是同一间公司那跟脆也是联动的啊。所以如果我没有特别的去把它设定，我的 FB 发文同时也连到脆发文去，所以根本这样讲吧，我们就是被这些网络平台公司的老板给绑架了啊，我们又不自知，而且我们还会很高兴啊，我最好的朋友是我的手机。对啊，现在的人太依赖手机了，真的，对，所以要小心这样子会被诈骗哦。好，那我们针对这个社群平台可能会衍生的一些诈骗呢，是不是副分局长你可以跟观众朋友讲一下如何避免掉入陷阱呢？我想因为就陈如老师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使用我们必须依赖它，而且我们很多支付也好。像现在很多消费的支付，我们也必须依赖手机。对，用手机支付。对，那现在很多购物平台真的是像我自己购物买东西也都是会跑出来，我买了什么东西，其他很多平台都类似都跑出来了。好，所以大家还是要审慎的去选择我们购物的这几个平台的这个要注意。这可能有一些是冒名的情况会发生，要特别的注意。那也是选择有一些有商誉的，
那像我们在投资也好，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像投资证券也好，我们就走这个官方这种券商也好，这种这个基金要特别的注意啊。我想这个部分，尤其是还是要特别注意，就是不要去点击这种来路不明的网站，这是很重要的。那一些不明的人士的交友也要特别的小心。那刚刚提到的有一些就是提到可能这个高报酬的也好那个有一些稳赚不赔，它有一些话术，它会透过有一些诱饵来诱惑你，第一句话就让你觉得你中奖喽，你心里面就痒痒了，暗自窃喜。对，所以其实它是一个人性上的作战，它是透过我们在人性上的一些你可能在操作你的心理的状态之下，让你掉入了这个平台的一个陷阱里，提醒各观众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是我想是比较好的、简单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特别好听的、特别好看的、特别好赚的、特别便宜的、特别甜美的，那多半都是有问题的。天下没有那么多特别好的事情，刚好就掉在你面前，那么容易的话，那这天下就太平喽。对啊，也太美好了吧。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大家要好好的去判断，而且现在的诈骗集团，它真的会在这个社群平台用很长的时间去经营哦，不是像我们觉得说你以前都是打电话啦，什么金光党之类，都很快，就是1天2天就把你解决。现在不是，竟然刚才有讲到用1年的时间，对不对？所以我们副分局长也是看到有很多类似这一种，就是用很长的时间去经营，让你会更信任他，对不对？对，我们其实有发现这种诈骗集团其实它还是有分工的。分工。对，其实像他我们也曾经有协助过像老师这种高知识分子。高知识，对，就是有一位类似在大学任教的一个社工的老师。那老师也跟我们说，他有跟他谈论到社工的话题。是。而且他跟他谈论这种社工的话题是非常专业的。所以他会让你不知不觉下你就信赖他了。在信赖的过程当中，建立彼此之间的互助，慢慢的他就请你伸出救援他。是。对，所以慢慢的让你走向就是让你的钱会汇出来。我觉得蛮常见，也曾经就是他们的分工是非常的专业化的。对啊，而且现在在搭配这个 AI， 对不对？你说你要谈志工，我跟你聊的超级专业，对不对？非常专业，谈什么都可以。对。哇，所以现在这个社群平台我们要注意很多陷阱，然后又有很多科技啊、AI 什么之类的辅助然后假相片啊，然后假影片等等的，大家真的千万要特别小心。而且还有这种反诈骗，我们之前我们分局在协助唐爱珍女士。对，之前有曾经这个新闻嘛？对。那这一件是非常特殊的，他一开始就透过询问你说，你最近有去做户籍的还是变更吗？结果他利用你的反诈骗心态，他会跟你讲说，现在诈骗很猖狂很猖獗你要注意结果这个人就是诈骗。哇！对，所以他其实会用反向的操作。他其实也在跟你提醒说现在诈骗的状况，但是你就因为这一句话，你就信赖了他，你就信任了他，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提醒民众，有些话术要特别的小心。对，没错，因为我们有些像我们都有一些具备基本的这个防诈的知识，然后他反而用这个反过来，对，我们就被骗了。所以现在唐爱珍女士也变成我们台南市的这个防诈大使了嘛。对，所以提醒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真的要小心再小心然后一定要做好查证，然后不要误入这个陷阱真的太多。真假之间对，没错。所以呢，哇，时间过得好快，我们真假之间就是要跟观众朋友说一说，怎么样防止被诈骗，或者是说误信假讯息伤身，然后可能触法之类的。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收看，然后那我们再一次感谢今天到节目当中的贵宾，谢谢副分局长，也谢谢张老师，谢谢。好，那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回再见喽，拜拜。